情多思是情，为何将人不知人？找我是啥物代志？先生，即马恁阿兄吼已经毋是一个嫌疑犯啊，你嘛应该爱设法叫人去请伊转来咱府内一家团圆，安尼才对。安尼啊，阿兄伊是袂倒转来。袂转来？是安怎？阿兄伊是毋是有杀人？伊的心内家己真明白。我家己心内也真明白。嘿，啊你是伫咧乌白讲啥物啊？哈？迄个姚虎话因某就是目击者呢，人伊就讲恁阿兄无杀人，你还阁伫咧怀疑伊？安尼啊，是害你亲倒阿兄伊杀死重顺凤的。你甲我点去！一定是你看毋对。三更半暝，天又阁遐尼暗，你要哪看会清楚？安尼啊，免讲啊啦。橫直河山，伊已經是脫離嫌疑啊！就是講迄個妖狐話要搁掠伊，伊嘛無證據。你是做官人，你應該嘛知影講，無證據袂用去掠迄款無辜的人。所以你阿兄現在是自由的身軀啊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杀人犯，王法是难逃的。好啊好啊好啊！我無要搁聽你遮的。我干那要爱听讲，你是毋是要请恁阿兄转来？我当然真希望阿兄倒转来，甲咱一家团圆啊。只是啥物？讲啊，顶着讲。哼，我知影，你即马现在是堂堂的北府巡按大人，你免讲嘛，无爱填迄个大兄。你惊伊是杀人犯，会去破坏你的名誉，对无？安尼啊。免叫！你既然无爱治大兄，就无我这个案尔。你毋找，我家己来找，我要甲伊找转来。安尼啊，你听我讲，安尼啊。娘亲的这乖呀，我
水春，你讲家乡是无辜，你敢我相信？少年做官是好人，后山若是杀人，怎甲路面？怎甲面对无惊的情理？无得甲家乡一时被逼。就算讲后山遐是被逼，那安尼目击的证人是安怎讲？伊毋捌看过后山遐呢？就是因为这点，我伫咧想袂通啊。我明明亲目睭看到阮阿兄胎死中村吼，无定着姚夫人一定袂出后山遐。无可能。迄一空伫咧大厅，我看甲清清楚楚。姚夫人的心情、感受，分明伊是捌阮阿兄。那安尼，伊为虾米毋指认后山遐是凶手呢？莫非安怎？另有原因。对，一定是另有原因。只是猜袂出是甚物原因。讲，这是甚物原因？无啊，无啥物原因啊。但讲你迄天看伫窗仔门外去，杀死张顺宏迄个凶手，真是毋是刘浩山？是正式的，毋是刘浩山啦。原来你是甚物人？我毋捌伊。我毋相信，我毋相信我的猜测一定是错误。假使我的判断若是错误，杀死高凤顶迄5个人凶手，毋是刘浩三者，也若安尼此案就永远无法度人破。凤珠。此案若是无法度人破，是会毁灭了一个清廉在尊的隐秀坚定，你知影无？富龙，你是讲你？当然毋是我，是刘克三。是孙案大人？对，刑部杜上司的囝儿杜夏瑶。去年到本镇来探亲的时阵，为着刘克三的未婚妻，而死在曲元街手头。杜上司因此怀恨在心，等于刘克三出事，防止查询在外的时阵，伊就在皇上的面头前造了一本。启禀皇上，新科状元刘克三的兄长刘和三，乃是武林中职业杀手，曾受过杀死未少人。最近有高凤、基和、燕行、朱家栋等武林高手也受其杀害。听讲刘和三已经连成辟销身价，十分厉害。此人若无逮捕正法，以后毋知要阁杀死偌济人。新科状元刘克三身奉钦命，代天巡狩，毋知公正无私，出纳侵犯以正国法，这实在令人担心啊！哦，以听之言是讲新科状元身为孙案，伊会放枪罪犯。启禀皇上，刘和三甲刘克三本来就是故意。刘和三一自幼就侮辱刘克三长大成人，刘克三视同其兄，如同父亲，为国手足之情，纯属放纵，
这乃是人之常情啊！以客人之见呢？迄面皇上，请皇上何不下旨，派人出京暗中监视刘克三办案？好，定即刻下旨，命御前士兵带刀护卫姚世安出京监视刘克三。我未离京的时阵，张相公一再交代，刘克三乃是一个青年才俊，将来必是国家的栋梁，叫我无论安怎样，一定要尽力来协助伊。假使为刘克三，若真是为着事情者，将来必定会身败名裂。代志的轻重，这件代志应该爱安怎做？你的心肝内应该真明白才对。我要出来去。全家的大恩大德，我要哪用个无报答呢？我绝对袂用个害伊被斩首。小姐，小姐，是咩代志？有一位叫做李和山的人，讲要见你呢。哦，伊个人伫咧什么所在呢？伊讲伊要踮车外半里路的对去等你。是无？刘和山，在下住在这等你真久。刘大爷有事相请，想必是要来向姚夫人你说一句多谢。多谢。
什么要向我说多谢咧？敢讲无应该向你说多谢嘛？我袂明白你的意思啊。知影就是离开厝家，心中常有一个疑问，反正夫人你思的上好势，叫我回答是啥物问题？昔日同情杀人犯哦，夫人可将来情爱我哟。夫人，请你详细对我讲好。你毋是嫌疑犯，何必多问来你啊是麻烦？河山情景是有嫌疑哦，真假夫人你顶我约定。夫人啊，你为何不还来去？你为何欺人易自欺？撇小心剑。为明镜，救过不孝，贤良人。欺人自欺啊，拢无要紧，求你只是为报应。报应，夫人，在下甲你所不惜的，应从何来呢？刘大爷，这是区区小事，你毋免挂伫咧心肝头。即句话，敢毋是你定定咧讲的啊？夫人，夫人是要互我一个难解的议题啊！你就将伊放袂去的嘛。夫人，刘大爷，你毋免搁再对紧救底咯。你若要离开这个所在，就赶紧起身啊！多谢夫人，在下告退。万请，夫人，还阁有啥物话要讲是？刘大爷，但愿你离开这个所在了后，袂搁再发生命啊！是，多谢夫人。夫人，你哪来伫遮呢？
经离开这个所在。伊已经走。最遗憾的是伊临去之前，我无法度见着伊，也无办法将我所要讲的话对伊讲。你要甲伊讲啥物？甲伊讲，你甲伊，莫搁讲啊！为什么？搁讲嘛无路用。因为我知影，雨伞一个去，就袂搁再倒转来。敢讲，伊无想要甲伊的老母甲小弟断联系。修龙若死了后，伊自然会倒转来斗。但是，我即马颠倒无希望雨伞，伊来太秀龙。为什么？秀龙若死，也就是雨伞要死的时阵。太可怜。大哥，我幸福。小龙，安怎？大舅啊，你这个外婿不才，毋过消息是特别灵通哦。这个你雨伞走，我就来。我今日是要来找我的离婚妻玉文斗阵转去啊。你免想，哦，哼，敢讲这还阁有第二个你有雨伞，会过来甲你救赎。我的好娘囝，乖乖，来，倒转来行，哈？大小姐，假使你若有顾着你大兄的生死，这个关头尽在你一句话，看你是要缀我行，还是要爱你大兄死？